讲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晚嘅日头下日讲讲。我表妹讲啊，佢好运虫，古时呢是怕有夜光，安尼啊就做得很其红虫。我说呢，搞不下天飞太贵嘞，古时是怕有凤阳虫，安尼就做得上天。我呀还有啲同学，佢东日呢，古时呢是怕有蟒蛇。安尼冰冰凉凉，暗条水毛能起来是当舒爽哦。观众朋友，想要学马街了，就可以使用马街，还有创意了。呀，昨晚俺不是饱饭呐，我老俺嘟嘟听俺老公听话都在看电视。啊，嘟嘟？哦，就爱学我几条马尔济斯的叫话啊。啊，唔喜欢该条西黑叫诶。可能我就让我老公讲的啦。老公，老俺个开心果8块了好冇？哦，尽看电视，尽是人答。个开心果啊，是咬唔可能是咧。俺老公啊，哪个个开心果研究当究，将手啊，变到嘴都，正经咬开来呢。个讲牙齿还有哦。我是听到，哎呦，老公，喊你唔那强哦。个咬开开心果，伊嘛强的咯。个嘟嘟哦，开几百年就开唔开呢。叫会开过的哦。叫会开过一样的哈。我不卡个嘟嘟啊，半张日就去洗白牙齿。哦，个天作的牙齿比我老公个还有太王牙还那强力啦。有样对待老公的黑无啦。你也反映你还是社会的现况啦。两人哦，生意供到少。个啊，小宠物咧。啥变到像不看一样的了？唔讲咧，一世嚟就唔会差。人讲嘅啊，一样米学百样人，各啥有各啥好嘅东西呀。唔会差。像有啲人好食，搭船啊，葱油饼、煎馒头、棒饭食。好咸哦，莫讲到伊哦。有人好啉，餐就嗰啲唔离数。有一摆是酒醉嘅，拿快嘅准鸡脚开到好起来。咁样是听嘴毛啦。像日头歌就有佢好嘅东西。我好乜緊咯？佢好學動物，唔會查。我好學到嘅小寵物咧，學嘅一條狗嘅，冇佢太條黃色嘅沙皮狗。唔會查。我有學過一條沙皮狗，太木族白皮嘅，面上都像雜變態嘅包嘅窮樣。好難嘅少年啊！有閒嘅時節，接帶出去散步，行忝嘅，將手坐下來歇困一下嘅。有樣，好吧，咪去撩下來。到魯順一左一右嘅坐凳，路過老伯妹看到木族在發發，又買完啊！哎呦，也係那家人嘅順包亂坐到魯順啊！呀，嘴很痛啊！休過一段時間，也傻皮嘅唔點樣，才死脫咧。日頭嗰時激痛嘅唔判得咯。哎呀，個小寵物咧啊，咩係生命啊，咩要生老病死。當時日頭嗰就想，再學做唔得學狗嘅咧，學到嘅鐵片咧。做唔得學狗嘅，該學乜嘅喏？王亞斯看到人買沙香豬，就會該做個迷你豬啦，學唔太啦。慢講學唔太，冇半年學到200人斤。除咗會食會餓，還生咗一堆太祖狗牙。用看起來咁係一條山豬哦。人姑娘唔想學，死就係唔撈佢滅啫。家門嚟啊！個安太條嘅山豬，我滅到哪去啊？山豬，你用舌頭上就啲啊！佢一天嘅生活到泰山地度嘅啊，老朋友揸一台拖拉鼓，再到太平山去，將手撈佢放生啊！我睇下，你話放生做唔得凊彩放生呢？你話咁怕會影響到生態平衡呢？當時咩估唔到按到嘅，先解決問題再講。一個禮拜過後，打電話轉來，人姑娘接咧。我姑娘。夾就問咧，姑娘，我下組嘅轉去嘛哈？唔係張老佢變做去啊3年以前就轉來了。自家轉去了。唔通到組嘅轉去，痛到會死啊！哎呦，個想盡辦法，要嚟揸拖拉鼓，扶到個太平山下去。你下佢自家走咗嚟，個危險嘛好聽嘅咯。夾就講，夾，姑娘啊，老組嘅變態去，喺幾多3度了一年，然後再轉去啦。那必須係我。過一段時間，組嘅死體咧，那唔死心。我接着要學。也擺唔請教寵物專家。
好问宠物专家一样学。宠物专家老唔讲，学宠物做唔得凊彩学的哦，我看唔带个环境。屋下嘅人口，还有有限的时间有多么，也就全部都考虑到地步。有样各方面都要考虑清楚了。韩国啊，连面相就考虑到地步哦。我看，唔学乌龟，你也看得出来比同的土龟也做唔得咯。进口的你学巴西龟，啊？你还学巴西龟也看得出来啊？水出看又卖，结结就一托咧。哦，水出干有卖，安太杂嘅，像50万牛的牛角的孔样，一张卖800块，啊贵啊！唔耐判得买。哎呀，嘿，是诶，800个牛，买一只贵嘅，跟有嘛用啦？有日经过市场，看到人卖嘅王八，吼，王八，而且你客家嘢讲鳖，有啲人讲团鱼啦。你想，一两种东西上都差唔多啊，就差呀背囊係羊呢，行個無花紋啊。哎呀，个团鱼啊，老啲贵嘅，咩上窮樣係？唔過台唔係便宜啊，買一隻好嘅啦，付得錢，看準屋卡，你就想，一寵物總係有命嘅啊。哎呀，唔過到底要按乜嘅命嘅喏？哎呀，我乜嘅命嘅啦？啊，有咧，按到6頭，啊，乜嘅意思？一頭看6頭，越看越好笑。個嗌啊！咩老唔講嘅係，一台魚啊，一背囊係無花紋嘅呀。呢條我有辦法，拿鉗視頻，嗱家個背囊挖鉗呢，行到東岸下頂一條。個團嘅學，個上個名係做乜啦？迄個跌頭好淺啊，一冇注意下出去，隔壁鄰舍一看，哦，原來這王八叫日頭，念死到人送上來咧。我有關係嘅。蘇特老團下面嘅。係老佢做美容做造型，拜託啊！個團一件冇就冇，做乜嘅美容啊？古時我講有創意啊！啊，乜嘅意思？一東西規身嘅長長，將手老佢點到嘅縫色咧啦。乜嘅縫色咧？趁日姑娘衰當初冇注意，頭家嘅顏值帶定團來到公園地帶。啊，我老團過顏值，一團一頭嗱，又尖又細，根本就過唔上去啊！佢樣個啥？用數字講，嚇，點到嘅？找到嘅啦！係咬到！一團咬人哦，痛到會死呢！當場是木質爛家哦，想拿刀嘅哦，嗱個頭奶又篤出去，又唔判得啦！嗰啲用個啥咧嚇？就前面股分哩。個路過啊，運通那個耳機上看到嘅字典就買啦。乜嘅？奶奶來安固啊嚇，公園係得鐵餅嘅地方嘅啊！誤會太咧！上到屋企，日本人就買啦，嗰時人張想得出來，使爆強悍，老團過顏值。我老家嘛，冇見買啦，你喺幾個想辦法噃？喺團我人家數標題較要緊。唔去請教寵物專家，寵物專家佢曉得用埋做係嘛？寵物專家就講嘅啊，唔去切一條脷，脷係咪上貼片難燙？團燙到一上，再就拔開來咧。問題台灣學你嘅當少啊？唔是嘅，動物園就有啊。啊？但係啲團去昂動物園啊？唔過動物園做唔得本帶團入去啊。係啊，動物園有規定啊，做唔得帶寵物落動物園。有辦法咧？啊，乜個辦法？揸都市通。但係揸都市通做乜解啦？個水岸慢是看過冇？當然看過啊！嗰啲老人家藍天睡夢嘅時間，個暖水台啊。係啊，個水岸嘛，老團佢用按樣邊邊啊，那樣帶入去，然後佢搭到都市巷，你讓我分得清楚係團唔係水岸嘛？像按樣邊緣啊！夾夾買一張票就去動物園咧，門口數票嘅手機看到人就笑嘅啦。什麼㗎？耳機上，人家水岸嘛吼，都會紅色咧，人家個水岸嘛用係橙色嘅喏。老虧咧唔搬落去嘅啦。其實通都飛唔出啦，老虧沒有入去啊。前面咧模擬咧 V 數嘅，攀壁就攀入去嘅啦。按樣就落去了。當個嘅壁，連滾帶爬，不知跌到天底下，閒車。做乜咯？看到一條烏色嘅太神神，幾險，面是東南看哦。我跌到個血神神嘅太難人肚去咧。唔啲嚇到一樣哦，一下你就嚇出個戰士氣咧。冇可能，
个太神神，佢都写唔出去，硬用个写出去。冇谈过诶，人有无限嘅可能，就看当时嘅情况系咪有危险。冇人讲嘅啦。多么简单，来到可爱通福区，寻到一条鱼。哈，牵到一条小毛驴咧。今日嘅，你听数一下啦吼，你喊一下好冇？阿叔，拜托听数，你喊一下啦。对，我喊个阿叔。你多人不乖啊，你也爽快，你就爽快呀。今日嘅拜托，你喊一声好冇啦？啊，唔記得讓我喊未哦？喊冇，我好笨糖嗬。啊！你也咩样喊啦？吓，唔會喊哦？我會啊！幾人喊啊？你也一樣呀？你這，幾人咧？哎呦，做啲唔係我喊哦，你都冇下沉就好嘅啊！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老姑娘兒都係啊，古嘅頭來未有橋，古嘅頭來未有橋。呀，句話意思都係講，古嘅呀嘅都會實係嘅，千難哦兩片如古嘅好，冇唔錯，我係頭，我係妹，古記我唔歡喜，古我記唔歡喜。兩隻寒氣咩喎？我做乜古唔得啊？唔等到按他嘅，我哦，一個也唔愛顧，個人萬人唔歡喜啊！啊，乜嘅？唔顧我啊？唔愛顧。好啊，今日啊，我讓上拖來你有乜嘅自己頭家上啊？一兩上去捱呢，捱自己嘅呢？我唔重用啊，佢六樣六到一半呢。唔係講好，六係能玩下，用更加講愛如愛啊！嘅水滿唔了，唔係因為老牙咪講嘅啊！我講乜嘅啊？唔講，東港搶牙尾，對我就像自己冇嘅口用，韓國啊，我識唔兩識，牙老冇口用啊！哦，韓國乜嘅天使牽動現實，人際關係動複雜，講我會好好照顧我，係咪用講嘅呀？係啦，我係講過有條花啦。哼，唔呀犯法嘅我唔講我啊，好啊，安尼攞手拖下嚟啦。冇，等下，好啦，你準係頭都講過幾條花嗬，我都冇講過，我估安尼可以嘅嗬，係確定啦。就唔得，唔要用嘅喏。你三沙強下流人呢？你有冇做啲事故機呢？你故機唔顧我，你兩三年下去咧，係咪打算欺負我啊？唔係冇啊！你看你台詞都係本機講，氣氛都係本機表演，流人到你一下，我都冇講到幾話，哼！連一隻提下嘅鏡頭都冇，你喊講你冇練下幾來欺負我，我就唔信咧。唔信啊？錯！我唔信，唔信就唔信啊！咪我插啊！好，唔用啊！哎呦，假人啊！你又何必對阿叔安尼喏？阿叔啊，你唔好看呢，佢假人吼，伊搞唔清楚狀況，伊佢最後安尼講，伊其實冇嘅意思啦，吼。做乜愛講佢啊？我拖下來玩愛。冇啦，佢係唔拖埋啊？喂，唔係佢拖埋啊？冇講，圈係愛食嘅。嚇？講，你係圈，喊我係啥？老圈玩愛，愛圈就老三拖下來。講，你愛過來跳。哎呦！啊，真係老人講嘅啊，古嘅頭來未有橋，唔兩手，我萬二路賣古啦。古嘅頭來未有橋，
呀，佢话嘅意思就係講啊，估到呀就難估嘅，兩條難估嘅度，有時間就會兩條唔搭車。按你嘅情形呢，一年都按啲嘅發生咯。比如講有一擺係啲嘅做安全，我知道反應嘅通作有靈球，也係滷嘅啲嘅煮水，那個嘅滷嘅啲嘅煎魚，學嘅變面，結果嘅水啊要滾咧，我結果拿麵條飆下去，結果呢？阿妹我喲，我唔係出火燒嘅啊！哦，啲牙叔做埋咗兩個滷嘅咯，佢嗌唔係糊體，面要高高，安全咯就按你冇體咧，真件係古嘅條來未要扣，是出砍改呀！接下來嘅節目呢，絕對唔會古嘅條來未要扣，保證嗱幫觀眾朋友啲條笑到尾。接落去談個鬧。頭擺，有兩個後生人上京考試，結果送到金榜題名。一個出到文昌年，還一個是得到武昌年。個皇帝上言了後，還是上個文昌年啊，一當轎，老轎夫。那個武昌年呢，是上去一條馬兒兵馬桶。呢兩個常言啊，朝人聽下有風是風，春風得意，相當嘅沙皮。兩日啦，佢哋來到客家莊，看到個好爸孫啊，有一群嘅細阿姐細阿妹，都喺邊度洗衫。等到佢哋行到個好爸孫嘅時節，本常言就講啊，我講同言啊。我聽講客家人一定重視就係啲教育個，武昌人就講，哦，楊班講咯，你看啊，個客家人又講啊，字體冇讀書就像冇木豬啊，嘿，有兩句唔會差。哎，你哋什麼人啊？冇讀書啊？就啱啱講起來，你哋就係有眼冇珠了。嗰條西山梅藤啊，到心肝都處想啊，哎呦，你係馬沙眼撩掉哦，講為安慰少男人眼冇禮貌哦，順上看下過去，看到兩個後生人企喺度計，正想去罵佢嘅時陣，咦，又看到嗰兩個啊，無線還有個放日本嘅常言出牌啊！個鹹擺會做乾嚟嘅啦，個做唔定壓機啊，壓到佢鹹擺傳衰啊，還就唔敢上佢。啊，雖然咁樣嗬，不過心肝都有咩唔服啊？內都有個細阿妹就講，哼，該出冇天錯我，係個文昌人就講啊，哦，咁樣啦，該係是來抗議記者是看你曉冇？個細三妹是小講啊，哼，你做你考慮，文昌人就講，好。唐俊德哦，個有頭冇尾係乜計？有尾冇頭係乜計？有頭有尾係乜計？冇頭冇尾又係乜計？我哋司機喎一記一隻事，不如睇四隻事，看你睇出冇？個細生妹笑笑就講啊，係喲，我話到乜計出嚟咁簡單咯，哼，你簡單，不過我唔同你講，驚怕，連你自家仲唔曉喎？個文昌人就講啊。個愛自家出嚟題目啱用辦法唔曉，個有頭冇尾啊，就係上司上下嘅上，蛋糕要出頭，底下平平冇尾。個有尾冇頭就係下司下偏上嘅下，個底下有尾，蛋糕平平冇頭。個有頭有尾就係中司中年節嘅中司，一隻口，蛋糕出頭，底下有尾。個冇頭冇尾啊！該就係口是門口，個口是方是角，冇頭冇尾。楊班常言講究誒，因為唐俊都會記得咯，閒擺做啲春半夜子孫咯。個細三妹是小講，哎呦，乜個常言講，俺家做講哦。誒，你做埋盲人咯？唔係啊，你講了唔錯啊，我講了楊班唔錯。你想啊，應該上下中口，個中老口都有口字，應該上下個口字就哪去咧？啊？
你俩按到有答冇对，哎样啦，我今边吼免费教你，个有头冇尾呀，个是有时持有个有，当个有出头，底下平平冇尾，个有尾冇头啊，个就系急时。夾入餅等嚟急時，等個平平底下有尾，個有頭有尾啊，是先搶個先事，等個要出頭底下有尾，冇頭冇尾啊，是你西天降天個天時，你看啊，我哋有急先天，則則有天，讓個長年，阮長年談下都錯下樣，心肝都相當嘅福氣。唔過，個胡長燕心肝都慳係唔服，還機出題，繼續講，係啦，題目同樣，答案各樣，本問呢條試題，個有頭冇尾係乜嘅？有尾冇頭係乜嘅？有頭有尾係乜嘅？冇頭冇尾係乜嘅？背你看，四種水稻都嘅動物。阮常年聽到就講，哎呦，這是難了。你想啊，個冇頭冇尾係為天通啊，也難咧。係講你唔曉嗬，年少後生啦。個西山妹是人哋講，個係講個探測嘅樣板，探測有嘅樣板。個胡常年就講啊，個係講你探測，個表示你有文采，唔係有眼冇珠。個探測，個表示我都講錯，你就有眼冇珠。個西山妹是時候講，咁要談真咯嚇。個有頭冇尾係蛤蟆，有尾冇頭係天鵝，有頭有尾係虎丘，冇頭冇尾係老鱉。兩個常年談下到啊，心肝都相當服氣啊！像你講客家妹家家有文采，就唔敢硬講硬沙皮咧。觀眾朋友啊！是冇看下團亮嘅按摩，雖然呢係一般人平常時嘅娛樂，唔過啊，啲啊幾句話地度呢就要懂到嘅知識、文學還有趣味哦。因客家人啊，沒有懂到像按呢嘅三角對呢，比如講馬街打來皮啾啾，就係苦瓜；紅顏送馬彈琵琶，就係黃州卷。啲唱出一次談到歷史人物，內容啊是包山包海，係講都市哦，四面唔包是談唔出來哦。看來啊，應該好好嚟研究一下，一包山包海嘅靚嘅咧。好咧，觀眾朋友，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記得哦，準時收看我哋嘅日頭下日講講。